因为小曹他要去当兵了 OK， 所以我就想说，当兵他们的小确幸应该就是投那个自动贩卖机的饮料，所以就有这个满满的10块钱给他使用，好，这样他喝饮料的时候可以想到我们。24号，24号，4个月，4个月是，很快。这个是有兵种那些，有啊，还是有，但好像没有要下部队了。对。但头发还是要剃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剃，一定要剃。你会直播吗？对啊。嗯，直播剃头发。直播应该不会啊，但直播一下啊，没搞。还没有你剃一刀拍张照片给我这个。可以啊。对啊，谁要帮你动刀吗？还是自己剃？对，因为我家里有那个撸刀。对啊，因为以前打球也要自己撸嘛。对，所以蛮习惯的。习惯了，但有点舍不得吧。对啊，你们2个拍完之后会有火花吗？有约出去过吗？我们有刚拍完后，对，就没有私约。然后有就是比如说跟谁一起出去干嘛？就剧组的人，对，剧组的人会约过几次，算多次。吃宵夜、唱歌，对。你们在拍之前有去培养感情吗？其实没有，是在开始。还是你们不来电？因为我们年龄太近了，所以我会有一点害羞。对，会比较怕一点。其实会，因为年纪很近就会觉得好像不要那个。对，就是我们2个人都有家室嘛，就是。我要被杀了。开拍后，陈宇有给我一些，就是他希望可以做到的，然后给我一些意见，像是我们可能每天见面，一早开工见面就来一个拥抱这样。对，我觉得那个还蛮有用的，对我们2个都蛮有帮助。因为我是属于就是跟一个人熟不熟，看身体感很明显的那种。就假如说我跟这个人有一点点不熟，其实我就会比较会保持距离这样。可是我跟他在戏里面是青梅竹马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身体感很近。就是那种你跟一个人讲话，你会不自觉就是碰他，或者说你会不自觉就是不会害怕说跟他靠很近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，可不可以每次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几乎每天拍，对，蛮密集的每天拍，所以每天见到你，只要看到对方就要过去抱对方，我觉得蛮有帮助的，而且有时候是我真的没看到他，然后在梳化，可能我还没戴隐形眼镜，然后他过来就从后面这样子，这样早这样，环抱吗？不是，就是会抱一下，然后说早安这样。